压的，就这一块做的很快，要再加工这一块，然后再发。对对对，线的条这个在那里，钢条好像在那里，这边是压下去的。如果可以直接做起来。这里开始出来了。哪一个？小小的那个，还不错。有特别的颜色或什么？没有哎。对。在哪边？应该在靠那边吧，我不知道你放在那个。就比较厚。因为我们。对。